歡迎嚟到港馬研究室，我係阿 Sam，準備開始1月21號沙田9場賽事全預測。係開始之前，記得訂閱頻道。照例先講一講頻道聲明先。第一場第5班1200米賽事全局分析，呢個係一場標準嘅5班泥地短途賽。根據模型檔位統計數據，沙田1200米全天候跑道對內檔1至4檔有極大嘅偏向性，勝出率與上名率遠高於外檔。喺5班弱組，馬匹實力參差，路程專家加內檔加減磅，強配往往係致勝方程式。第1名5號機械騎士喺模擬比賽中，此馬利用1檔優勢，守喺包廂位嘅機率高達85%。第2名10號魅力星評分已減至27分低位，上仗喺同程跑獲第3，證明喺5班泥地有競爭力。今仗排4檔亦都係好位，艾少禮騎功硬朗，適合喺此類亂局中尋找機會。第3名12號快馬加鞭評分僅22分，副榜極輕117磅，近績見好前仗第2，近仗第5，且經常喺泥地賽事有接近表現，若步速偏快，其輕磅優勢喺末段會非常明顯。第4名4號智醒大將，雖然由頂級騎師布文策騎，但係近6場賽事名次毫無走勢可言，市場極可能因為布文而將其捧成熱門，但係從模型數據睇，其值博率極低，模型建議只宜作配，不宜重注獨贏。第2場第5班1650米，第1名11號上市魅力無疑顯示，從4檔起步，佢有82%機率能守喺內欄第4到5位嘅包廂位。第2名4號時間寶8檔係可接受嘅中檔，近績2304，相當穩定，係同場少數具備準程度嘅馬匹。模型認為佢嘅實力喺5班屬上風，只要早段唔被頂在外碟，入直路有權爭勝。第3名7號美麗歡聲雖然排11檔，但上仗跑獲季軍，顯示狀態回升。艾少禮騎功硬朗，適合泥地肉搏戰，若臨場有分頭，值得一試。第4名2號魔法速遞14檔係最大死穴，雖然近績2238係全場最靚，亦都係必然嘅大熱門，但係喺1650米排14檔，必須要係大號力搶前，要係留到最後。第3場第4班1200米，第1名10號伶俐區區無疑顯示，佢喺6檔起步之後，能守喺第3到5位嘅第2搭黃金位，避開食沙風險。近4場名次2142，係同場表現最穩定嘅泥地專家。第2名5號宏志多寶潘頓加3檔，呢個係一個典型嘅熱門方程式，但係此區欠缺實戰賽績支持，模型對無績熱門通常持保留態度。如果賠率過熱少於 2.5 倍，建議只作配腳，不宜單 win。第3名11號起舞台台，上仗跑獲季軍，顯示狀態無升。今仗排4檔，配合何澤堯嘅精湛走位，極有機會喺直路突襲，評分43分，已近底線，係全場最佳半冷門。第4名6號花果猴王11檔係最大障礙，但係布文係1級高手，且此區上仗跑獲第2，證明泥地性能出色。若布文能克服外檔，早段切入或留後衝一段，有力爭入3甲。第4場第2班1650米，呢個係一場只有6匹馬出賽嘅小型場合賽事，亦都係全日最高班次嘅2班賽。第1名3號太陽勇士喺模擬中，此區有95%機率跑入前2。第2名6號新意馬剛戰勝出，狀態大勇。今仗升班挑戰，但受惠於讓磅制度，只負120磅，相比對手多負130磅以上，呢10零磅嘅差距喺泥地賽事係巨大嘅優勢。第3名2號華麗再勝，雖然由布文策騎，但近績極度不穩，泥地性能存疑，且負133重磅，
模型認為佢喺泥地賽事被過度高估，直播率低。第4名1號知足常樂，級數最高97分，但近績極差。梁家俊排一檔，唯一嘅機會係放頭偷雞。若前段冇人搶放，佢能單騎領放慢放，或許能捱入一席位置。第5場4班1200米，呢個係一場形勢頗為明朗嘅4班泥地短途賽。第1名2號星火燎原，無疑顯示喺一檔起步之下，佢有88%機率守喺內欄前3名位置。痕跡喺4班泥地極具指標性，面對此組對手，只要出閘順利，幾乎立於不敗之地。第2名1號旺旺家駒，初出即勝，展現極高潛力，排3檔依然有利，唯一隱憂係負135頂磅，呢個喺4班泥地係一大考驗。模型認為佢有贏馬實力，但直播率略低於2號。第3名3號紅衣醒目，潘頓策騎必成熱門，但排8檔喺1200米係個尷尬位，若被頂喺外碟，戰鬥力將大減。模型建議若賠率低於3倍，風險過高，不宜重注獨贏。第4名12號飛雲，雖然排10檔，但此區泥地性能已被證明，負輕磅117磅，若能喺末段追趕，有機會闖入一席冷腳。第6場第4班1800米，第1名6號年年有福，無疑顯示喺3檔起步之下，潘頓能讓馬匹喺早段輕鬆至中，保留體力喺最後直路爆發。第2名14號領創動力，剛戰喺1650米大勝，狀態大勇。今仗增程1800米，雖然係考驗，但負磅極輕116磅，且排4檔。模型認為輕磅喺長途賽係巨大嘅優勢，若能克服路程，有權再下一城。第3名12號和道威，上仗1650米勝出，顯示泥地性能出色。雖然1800米係未知數，但艾少禮騎功硬朗，且馬匹正處於進步期，若賠率有分頭，係最佳冷門啊。第4名8號精算特殊，雖然排5檔且有希威森策騎，但近績顯示狀態飄忽。泥地1800米對體力要求極高，此區喺末段往往力度平平，模型建議小心，不宜作膽。第7場4班1650米，第1名6號考眼光，無疑顯示喺一檔且有艾少禮策騎下，佢有85%機率沿途守在喺第3到4位嘅內欄，節省腳程，直路一衝即透。第2名4號開心宇宙，排3檔，近績非常穩定，連續4場跑入前5名，王者騎法實際，適合此類均速馬。模型認為佢係全場最穩嘅配腳之王，亦有權偷襲。第3名11號午夜快車，負輕磅120磅，且排4檔，近績顯示喺4班有競爭力。若前段步速偏快，佢憑輕磅優勢喺末段會非常具威脅。第4名8號加州星馳，潘頓策騎，賠率必熱，但排10檔喺泥地中距離係個尷尬位，容易被頂在外碟。近績顯示佢並非超班馬，模型建議作配無妨，但唔值得作為重心獨贏。第8場3班1200米，3班泥地1200米，步速極快，排外檔8檔以上嘅馬匹若冇頂級前速切入，極易被逼走3至4踏遊車河，存活率低於15%。第1名2號手到齊來，無疑顯示從一檔起步，佢有92%機率守喺內欄 box seat。第2名9號熾烈神驅，潘頓選騎必有所圖，排6檔雖然不及一檔，但仍屬中內檔，近績非常穩定，係3班泥地嘅中流砥柱，模認為佢係穩入3甲嘅鐵膽。第3名6號蒸蒸日上，泥地性能不足，排4檔亦都係黃金檔位，王者騎法實際，若能同守好位，可爭一席位置。第4名8號輕功猛男，雖然配布文，但排11檔係死位，係1200米，
排11檔要贏馬，除非對手全數失準或自身超班。模型數據顯示其勝出率極低，不值得因為報名而冒險。第9場第3班1650米，第1名13號海明神區，模擬顯示喺5檔起步之下，潘頓有90%機率能守喺第3到4位嘅2搭黃金位。第2名5號黃龍飛將，報名加2檔，呢個係全場最穩健嘅配搭，此區泥地性能優異，內檔可讓佢輕鬆跟前。唯一嘅隱憂就係負130磅較重，若與井號13拼後勁，可能稍蝕一啲磅位優勢。第3名14號顏色嘅顏，1檔加119磅，雖然級數稍次，但係呢兩個條件足以俾佢喺內欄偷一席位置。田泰安 T 壇擅長騎輕磅馬，若前段步速被井號10拉快，佢喺內欄慳位會有驚喜。如果你覺得內容有用，記得訂閱頻道。對模型分析方向或者賽事有咩意見，歡迎喺留言區直接講，我會逐一睇。我哋下條片再見。